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位于伦敦列政公园区的伦敦诊所是一间高级的私人医疗机构。英国查尔斯3世、威尔斯王妃凯特等人最近几个月拢伫遮接受治疗。英国小报每年假报19独家公布，伦敦诊所有员工想要违规查阅凯特的病历资料，佮指出已经有一个人去互抓到，诊所内部也当对此进行调查。伦敦诊所执行长罗素利则透过声明表示，无容允有人调工违背任何患者也是当前的信任，强调会采取所有适当的调查、监督甲纪律管理行动。那英国恢复个人资料和隐私保护的单位资讯委员办公室也正式接到违规通报。按照2018年资料保护法的规定，无经过资料管理者的同意擅自处理、公布个人资料属于刑事犯罪。皇家检察署指出，这项法律上定方用于起诉非法偷摕个人健康和金融记录的事件。王储威尔斯亲王威廉的家后凯特，去年元旦节了后，都无搁公开出现。议会时，伫因回岛休养2礼拜，也无说明着什么病。小报社群媒体各种留言一直传。太阳报18独家刊出一张威廉甲凯特同齐出现温莎城堡附近一间农场商店的相片，就去互怀疑迄毋是凯特本人，而是替身。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警。日本警察局公布，2023年抓到接大麻的人数是超过6400人，创下上侪人纪录。其中有超过70成，佫是20岁以下的少年人。朝鲜日报，日本 A 型链球菌大流行，患着的人除了牙后会痛，都无其他特别的症状。不过，若是引起并发症，致死率是会到3成。Times 报道，美国马斯克所创办的 Neuralink 公司，成功把晶片放入去一个骹甲手拢袂使叮当的患者头壳内底，透过意念会当省电动、行生油机。纽约时报报道，欧盟提案要摕罗西亚伫咧欧洲冻结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互乌克兰来买武器，佮增建资金。罗西亚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手夹。最后是华盛顿邮报。2023年全球空气品质报告，全世界敢若有7个国家有到 WHO 的健康标准，污染上界严重的100个城市有83个拢伫咧印度。继续来看美国德州新移民法，讲警察有权会使直接逮捕非法移民，而且甲遣送登去墨西哥。不过，这项法院甲通行全国的联邦法院有冲突，已经去互法院上诉按下。因为墨西哥总统佫是呛明讲，已经走过去美国的移民，未接受佫甲因遣返回来。大批组织伫美墨边界移民想要刷走德州政府设置的铁丝网围篱，甲美国国民警卫队隔着围墙啊互相对立。共和党组成的德州政府去年16月通过州移民法，规定德州警察有权逮捕和管理非法入境移民。新法规定今年3月正式上路，也毋过拜登政府以侵犯联邦移民管辖权、违反宪法为由告上法院，要求德州暂缓实施，结果引起无共层级的法院互相牵制。最高法院19原本裁决新法生效，也毋过几点钟了后，联邦上诉法院阁下令将原这也好已经来到边邦移民，唔知要安怎办。Están cerrando las puertas, mano. Uno viene secuestrado, viene robado, viene todo pasando hambre, pasando frío, dejando familia, sacrificando lo que uno tiene en su país por llegar aquí. Y cuando uno quiere, vas y llegas ahí y vas otro atajo. 墨西哥总统知影消息，谴责德州移民法违反人权，请下被接受遣返的移民。Nosotros no aceptaríamos deportaciones. Y una vez lo adelanto del gobierno de Texas. Y no nos vamos a quedar con los brazos cruzados. 不过，德州州长态度也真硬，强调德州有权阻止移民的入侵。But even without SB4, Texas has the legal authority to arrest people coming across the razor wire barriers on our borde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our arrest authority and arrest people coming across the border illegally. 当日参选总统的川普定义甚至骂非法移民不是人。
那真侪共和党人甲川普徛伫同一个阵线，强烈批评拜登政府伤过软弱，无度组织人数创纪录的移民一直来。白宫是指责共和党保守派破坏两党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目前德州移民法虽然方暂时动落来，不过相关争议伫大选瓦近的时阵，恐惊犹会继续摊烧。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继续来看，爱尔兰的总理瓦拉德卡是宣布讲，因为个人的因素要辞掉总理甲党主席的位。瓦拉德卡是爱尔兰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总理，嘛是头一个公开同志身份的总理。不过，伊并无讲明讲辞职原因，敢若讲这马辞掉就是上好的时机。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宣布辞职，伊表示领导国家是伊一生中上充实的时间，辞职决定无特别的原因，目前嘛无其他规划，也是拍算。若做接任的人准备好就任，伊家己就会辞掉总理的职务。My reasons for stepping down are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nd after 7 years in office, I don't feel I'm the best person for that job anymore. However, politicians are human beings, and we have our limitations. We give it everything until we can't anymore, and then we have to move on. 瓦拉德卡表示，这段期间，伊带爱尔兰为事业走向充分就业，为预算赤字做甲预算有剩，为开销真暗变甲真富裕。不过，伊嘛承认无大项拢做甲真好。There are areas in which we have been much less successful, and some in which we have sadly gone backwards. 这个月前，瓦拉德卡宣布家庭组成甲妈妈的家庭积极登记这两项修宪公投拢互公民否决，这对政府来讲是一个重大失败。I was very surprised because, he'd been over in America. He'd spoken with Joe Biden last week. They didn't think he was good enough to be leader. 2017年，当时38岁的瓦拉德卡是爱尔兰历史上上少年，也是头一个公开是当职的总理。2022年12月，伊第二届接任总理。今年1月，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双边会谈。接受媒体采访时阵表示，爱尔兰承认一中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记者观察，这个讲法应该是伊的失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来看南苏丹自从2013年的内战以来，已经有数十万人死亡，100万人有落无厝，百姓单是连食都买袂起。联合国人道组织有估，未来这几个月恐惊会有超过20万的囡仔，因为营养不良来死亡。We call this stage a catastrophe. 联合国安理会拜三召开会议，讨论苏丹地区的人道危机。官员指出，苏丹当面临世界上上严重的饥饿危机，有约1800万人，相当1/3的苏丹人口，拢陷入欠食物的困境。联合国人道组织有估，情况若继续恶化，未来几个月恐惊会有22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A recent MSF report revealed that one child is dying every 2 hours in Zamzam camp in Al Fasher, North Darfur. 当地人道组织也有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拢表示，就算是丰收季节所出现严重食物危机，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订有战乱。Hunger is pervasive. It's the number one concern people expressed. There's food in the market, but it's simply unaffordable for most families. 南苏丹自从2013年爆发内战，苏丹军队甲快速支援部队一直交战，争夺国家控制权，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就100万人有路无厝，尤其是当逃亡海外，基础建设佫迄是破坏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估计，当地超过70%的医疗设施无法度运作。At another hospital, we visited with malnourished children and their caregivers in complete darkness. Because electricity outages, their backup generator had failed about a week prior, and so they were working in the dark and sustaining a critical cold chain vaccines with ice packs. And as we near the summer months, those ice packs simply won't last.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南苏丹的残酷内战，当中国家推向饥荒，更较有估今年会有达到370万名苏丹儿童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公司新闻新闻编译。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全世界生囝率当咧快速下降，按算到2050年，全世界有3/4的国家人口会倒减。
英国这场红婴仔用品展场亲子互动真温暖。毋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加评估研究所 IHME 发表伫《赤高尖期刊》上新的研究，讲全球出生率长日降低。2021年，差不多一半的国家生育率比替代水平较低，致使人口萎缩。这个比例伫2050年会增加到75%，2100年会达到97%。到时阵，差不多所有国家的人口拢会减少。这种转变的原因真济，包括女性自主提升、加幼儿经济负担这些条件，拢关系真大。That means people are having children later, but having like significantly lower numbers of children. And, it's called the baby strike here in Africa, Indonesia, Pakistan, Bangladesh. The discussion there is more about being able to realize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虽然所有国家的生育率拢伫降低，毋过无平均。高收入国家囡仔减上济，面临人口老化甲劳动力降低。散赤国家是维持高生育率，是全球主要人口增加的来源。全球的新生儿会愈来愈集中伫面临极端气候、资源不足、政治无稳定、散赤甲死亡率影响较悬的地区，重新配置全球经济甲国际力量平衡。专家较早发表伫《赤高尖期刊》的预测讲，世界人口会伫2064年达到高峰带差不多97亿，2100年下降到88亿。另外，到旧年的人口展望，而且世界人口伫2080年达到104亿的高峰。未来几十年来，人口数量降低是无法度避免的，各国必须量早因应地缘政治甲经济社会冲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南美洲的秘鲁去年捌挖出有史以来上界重的古海岸化石，即摆又有专家讲，挖到上古时代活伫正水的海底。这种海底是活伫咧1600万年前，有超过3米长，嘛是阿马藏的河川到达发现到上界大只海底。古生物学家20对外展示伊上新的发现，也就是古早时代淡水海底化石，包括真大粒的头壳骨，甲部分分属的骨头，而且以秘鲁成为当中的水怪来甲伊号名。Hoy día nace un nuevo animal fósil de nuestro Perú. Se va a llamar Pevanista yacuruna。古生物学家表示，这种海底分属长有3公尺至3公尺半，1600万年前捌生活伫亚马逊河的水穴。互人感觉意外的是，伊的上近亲并不是目前要存活伫亚马逊河的粉红海底，是伫1万公里以外印度恒河淡水海底。Los ancestros del Pevanista y del Platanista, del Pevanista de la Amazonía y del Platanista de Asia, vivían en el océano. Y esto les permitió ocupar grandes espacios marinos, tanto cercano a las costas de la India como a las costas sudamericanas. Estos animales ocuparon los ambientes de agua dulce, tanto en la Amazonía como en la India. Lamentablemente en la Amazonía se extinguieron, en la India sobrevivieron hasta nuestros días. 专家讲，古早时代海底可能为着要找食的，为海洋修起河川，推论即届出土海底的化石，是亚马逊河前到达发现体型上界大的淡水海底。目前淡水海底拢面临共同的危机，就是污染甲过度开发，互因叫要绝种。因来另外一个研究团队，去年慢慢公布因伫秘鲁找到已经断种古早时代海岸，基上秘鲁种的化石，估计体重有甲340吨，可能是有史以来体重上界重的动物。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伫咧比利时的中部学校，这几年有咧推动户外教学，逐礼拜拢会带学生去外口捡树仔机，伫涂骹咧画图学数学。学生囡仔会当出去上课，当然嘛是感觉真欢喜。老师嘛认为讲，囡仔既然上课坐袂牢，规气带出来学，效果会当加较好。这个学生欢喜踏出校门，毋是要去佚佗，是准备要去上数学课。坐好了后，老师先说明这节课练习的目标。再来20外个学生分组去附近的树林收集茶机，经过简单的整理，就会当开始完成今仔日的考验。Là, on a fait un hexagone. Ici, on a fait un pentagone. Et ici, là, on a fait un carré. Un rectangle. Et voilà. 伫草坡啊，甲树林内底上数学，学几何的知识，这是比利时中部红带那的学校最近这几年固定的行程。当地学校每一礼拜会安排几啊点钟，带几啊10个国小5年啊到6年的学生，
去离学校敢若10多分钟的户外教室，伫大自然当中学习。Ça fait du bien d'être à l'extérieur parce que à l'école c'est renfermé et moi je préfère être ici parce que c'est libre et je trouve que c'est plus amusant d'aller dehors. Vraiment parce que ça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pour les enfants de devoir rester assis et concentrés autant d'heures par jour. Et donc c'est vrai que ça nous a permis de travailler les matières différemment. 其实这种特别的户外教学，伫当地学校已经试验一段时间。过去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学生大部分拢是透过线顶学习，真恶有互动，分数嘛较无咧活动，所以真侪学校甲相关的非营利团体合作，试看去户外上课，得到真好的回响。 Grâce au sens, ils apprennent par le toucher, par l'odorat, la vue, l'ouïe, et donc ça reste intégré en eux, et ils apprennent en plus sans s'en rendre compte parfois. 因为学习的效果好，伫疫情解封了后，这个学校也是延续去户外上课。不过部分的老师甲家长嘛指出，这种户外教学的上课方式，甲室内课无共款。老师爱受过训练，才知影安怎引导学生伫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卖当吸收知识，好学习袂阁遐尔死板，变甲更较多元、更较趣味。公司新闻，台湾连编译。 若是有咧学英文，就会知影讲英文字有分印的甲手写的两种字体。不过自从咱这代拢开始咧用电脑，囡仔人看无手写体的英文，袂输咧看天书咧画符啊。美国加州对今年开始，就规定小学生一定爱学手写体的英文。这方面会当帮助脑部的发展，嘛当看有古文书，对其中了解历史。 So you can see I'm not holding it really tight. I'm holding it gently and I'm letting it flow over the paper. 美国洛杉矶一间小学的教室内面，老师等伫教学生囡仔要安怎写手写体的英文，因为为今年开始，加州所有的小学生拢爱开始学写这种手写体的英文。捌学过英文的人拢知影，英文的字分做印刷体甲手写体两种。但是因为即马是电脑时代，囡仔自细汉接触的拢是电脑顶头的印刷体，手写体莫讲是写，连看都拢看无。所以参照较古早的批信，也是一寡历史文件原稿，囡仔都根本无法度了解内容到底是伫写啥。Constitution in our library, it's handwritten in cursive. So if you can't read those pieces of history without somebody translating it for you, I find that to be kind of sad. 手写体除了是一种甲过去做连接的工具，专家表示，囡仔若学写手写体，佫会当帮助认知功能的发展。学校的老师嘛用这来请囡仔，就爱学手写体，头壳才会佫较巧。You're using different neural networks when you're doing cursive rather than printing, and so it's creating those pathways in your brain. A lot of my students will say, "Oh, it's too hard to write in cursive," and so we tell them, "Well, it's going to make you smarter." 事实上，美国自10年前就开始有人推动学校爱重新教囡仔学手写体。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是全美国第22个安尼做的州。希望在科技愈来愈进步的时代，让囡仔体会这种老派的手写体，嘛有无同款的价值。I just feel like it's this fancier how to write, and it's just like fun to learn, like new letters. 记者甘连连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